哎，那那个看了好多了，看了多能笑了，好久了。马上就吃完了不？今天烤肉还吃完吗？看了哭的，哭的啥呀？把人家给叫来。我看哭的，那我不鸟了，看没吧？啊！妈那个看的。好，回来好。看吧。来办的事嘛。来办的，还要的呢。我看哭的嘞，不我搞他的，妈妈的。哦。这个那就接了。他们来米的那玩意儿看个嘛？我看过弄一次，看到的，弄一次。你看照片呢，弄了好久了，好久了，我操。那多少？马不，哇，那多了，那给咱你在，那给咱你在，那在那些呢？那千万要玩吧？第四的。对吧？或者可以来接吗？不是可以留着。没有没有，哎，回来了这里。啊，不那个那些嘛？这个有没得？几岁结婚了？老大回来。这对吧？把工具拿来，把工具拿来。啊，不能。哎呀，他练的，回来，你讲。你把，过来。把那个工具。来给他一点高。给为了在办了完那我来了，他办了。对呀，我做的。那都是。来，我要去给他麻烦了。把那米呀，回来去。那我那几人？哎，这要不要喝酒了？够了。